2013年迪士尼推出《冰雪奇缘》，席卷12亿美金的惊人票房称霸动画圈。现在《冰雪奇缘2》等了6年，终于推出续集。预告短短2分钟，艾莎公主展现超强冰魔法，试图以冰冻能力翻越一波又一波的海浪，全员角色回归，让粉丝超级期待。Elsa 公主独自一人站在海边，神情似乎若有所思。一个转身，她脱下飘逸斗篷，往海上冲刺，脚下踩的海水随即变成薄冰，不断使出冰魔法抵抗眼前巨浪，更一度被卷进大海中，令人紧张。2013年红遍的《冰雪奇缘》，等了6年，终于看到续集预告片。但这次影片中的 Elsa 似乎面临挑战，多了份神秘暗黑感。安娜发现城堡窗外疑似有菱形状的结晶物，有可能就是灾难的来源。不过这一幕光影绚烂的样子，也被影迷说很像台北市的光雕秀。预告虽然没有任何对话，不过整体氛围隐约透露出艾莎、安娜还有汉斯3人面对不知名的威胁，内心的恐惧。《冰雪奇缘2》首集主角们全员回归，还会有新角色出现，就连背景音乐听得出来，背景音乐也相当好听，重复洗脑。会不会是主题曲不得而知，不过和 Let It Go 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短短预告已经让不少《冰雪奇缘》的粉丝引颈期盼。